早晨，大家好。星期二得到，今日係2025年11月30號，11月最後一日啦。嗱，咁啊，同大家咧就講講香港而家繼續大家都好關心嘅事。嗱，今日第一節咧要講發哥。嗱，本身咧早幾日睇報紙咧，發哥就話唔會係去呢個叫做咧媽媽呢個2025呢個媽媽Award即係呢個咧係韓國 K-pop 嘅一個音樂嘅盛事，呢個係1年1度嘅。嗱，咁因為咧10年前咧喺香港舉行過一次，2015年，咁而今年咧又翻嚟香港喺啟德體育園嘅主場館舉行，今次係尾場嚟噶啦。嗱，咁其實咧早2日咧都已經有幾位嗰啲韓團有個後生仔就用廣東話，當然講得唔好流利啦就向呢個宏福苑嘅災民咧係致意同埋叫香港人加油嘅。嗱，好啦，咁啊發哥初話唔嚟嘅，好啦，咁啊後尾咧佢都係決定嚟。咁啊發哥咧當然啦，一嚟到見到佢都係好傷心咁啊當佢講起呢個時候咧就開始哽咽啦，就係好一度好似想喊咁樣。咁當然啦，因為大會開場嘅時候冇默哀，咁啊發哥現身之後咧喺頒獎前，嗱佢咧就帶領呢全場嘅人咧就默哀。嗱，當然啦，佢初用廣東話，跟住普通話，最後用英文，就請全場嘅觀眾起立，就為呢個大埔宏福苑嘅遇難者咧默哀半分鐘。好啦，跟住咧發哥先至頒獎。嗱，咁啊，我成段咧播俾大家聽因為我覺得咧大家都好值得聽。喺我頒獎之前，我有一個小小嘅要求，希望大家一齊起身，為我哋大埔宏福苑嘅居民送上衷心嘅祝福。親愛的朋友們，請你們慢慢起來，為我大埔的居民送上衷心的祝福。Good even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Please rise and join me. A minute of silence. 發哥講到有啲想喊啦。To pay our respect to those we lost in Taipo Wangfu village. And we offer our deepest condolences to the families and loved ones. 咁啊默哀完之後咧，咁啊發哥當然就要正常頒獎啦，因為始終人哋係頒獎典禮係嘛，咁用咗人哋嘅時間都算係咁啦。好啦，咁啊全場咧都係默哀嘅，當然咧你聽到有零星嗰啲嘈雜聲啦咁當然有人嗌加油。嗱，其實咧喺遇到呢啲咁嘅情況咧，今次呢一個Award即係今次個頒獎典禮咧喺香港舉行，亦都係時隔10年。嗱，咁當然啦，大家都知道邊個攞獎啦，就係 GD 啦，G Dragon 攞咗獎啦。10年前都係發哥頒獎，都係邊個咧？就係上次就係成隊嘅。咁啊，呢個獎咧，咁如果個全名叫咩咧咁啊，實際上咧，佢全名叫做咧 Met Asian Music Award， 就係音樂網亞洲叫做音樂大獎。MNET Met 應該係 MNET 啦，或者可能係嘛亞洲嘅音樂大獎。嗱，咁佢係一個韓國 CJENM 舉辦嘅一個頒獎典禮嚟嘅。好啦，咁呢個咧亦都被譽為喺呢個韓國嘅流行音樂界咧係一個類似美國嘅葛林美獎咁上下係一個好大型嘅獎嚟嘅。咁佢99年咧就開始主辦，當時咧大部分時間咧都喺呢個韓國嘅。好啦。
咁啊，如果你講99年初佢哋嗰啲主持咧就係車太元啦嚇，即係車太元應該大家都有印象啦嚇，就係嗰個我的野蠻女友嗰個男人啊嚇。好啦，咁啊後尾咧去到呢個叫做2010年咧，就第一次離開呢個首爾，就去咗咧澳門嘅威尼斯人喎。好啦，咁啊嗰陣時咧，當然係去即係第一次離開呢個南韓啦。跟住11年就係新加坡，嗰次李炳憲咧就主持嘅。跟住咧幾年咧就又唔同噶啦。12年開始咧，連續幾年喺香港，12、13、14、15、16。咁好啦，咁啊嗰幾年就係宋仲基啊、李昇基、宋承憲嚇，跟住就係 PSY 嗰個騎馬舞嗰個啦，個阿叔啦嚇。咁啊呢幾個咧就主持嘅。好啦，咁啊去到咧17年曾經咧都嚟過香港喎，原來嚇。不過嗰陣時咧就原來3個地方主持，越南啊、橫濱啊、同埋呢個亞洲博覽館嚇。好啦，18年亦都一樣啦，又係3個地方主持。好啦，咁啊之後咧去咗日本啊、南韓啊唔同地方咧，亦都有大阪。咁15年咧又翻嚟香港，咁啊係2日嘅28號同29號。好啦，咁同大家講下咧，即係韓國咧，其實同香港關係咧，你話好密切又唔係，係近呢幾年咧，或者近呢10年啊，呢個韓流啊，真係韓流雜講。咁好多人對韓國咧，即係初冇乜印象嘅嚇，咁後尾越嚟越有印象啦嚇。咁啊 GD 又係啦，紅咗唔止10年啦嚇，10年前已經攞獎噶啦，咁啊一路都係攞獎。醒起就叫 Big Bang 因為太耐冇講呢隊名係嘛，咁即係嗰個大獎咧，應該我記得係15年啦嚇，佢都係 Big Bang 係啦，15年 Big Bang 攞獎啊，因為韓國有好多嗰啲男團啊，其實咧多到咧你都數唔到嚇，完全都唔知邊個嚇，咁哇好犀利喎，原來咧16至到22年咧幾年都係防彈少年團咧就攞咗嚇，咁犀利嘅嚇。好啦，咁想同大家咧即係講下韓國人其實對香港感情都幾好嘅，佢哋認識香港咧就係英雄本色，因為你去到即係如果你去韓國咧上咗年紀啦，其實係咪上年紀40、50歲嗰班咧，其實個個都識唱啊英雄本色，即係當年情啦，同埋嗰個奔向未來日子啊，即係呢2首都係張國榮啦，係咪？咁當然啦，張國榮喺南韓好紅嘅。當年紅到發紫嘅，咁啊周潤發啦，梗係更加紅啦。佢哋當佢係偶像啊，呢啲直情佢當係國民偶像啊。咁當然啦，港產片去到90年代尾咧，慢慢沒落，亦都好似式微咁樣啦，又亦都培養唔到好多嗰啲叫做咧，即係巨星啊。你係咪冇咧？唔係話冇，不過咧，你話古天樂算唔算啊？又或者呢個張家輝嗰啲得唔得啊？咁樣嗱，當然啦，佢係算係好演技。劉青雲咁樣，你話幾個都唔錯，但係你話如果同以前嗰種星味比咧，似乎真係爭啲。即係佢係咪可以全亞洲風魔咧？嗱，當年香港演員真係可以風魔全亞洲。張國榮、周潤發係嘛？當然成龍嗰啲梗係不嬲都紅噶啦，係咪？衝出亞洲添。好啦，而家咧你見到周潤發出嚟頒獎，佢哋對周潤發好恭敬嘅。呢個朱哲仁都係見到佢，哇！好似咧，即係好似小 fans 見到偶像咁樣，好恭敬嘅。嗱，其實咧，佢哋咧都好支持香港。我哋見到咧，佢哋有幾個嗰啲團體，其實早2日同大家報過啦，都有捐錢。咁啱啱最 update 嘅資料咧，朱哲仁咧自己私人捐出150萬美俾呢個宏福苑嘅災民啦。咁實際上咧，咁當然啦，佢揾到錢亦都好有錢。我諗啊，韓國嘅藝人嚟講，佢係揾得最多錢噶啦嚇。咁但係你揾得到，你都要係捨得使先係咁啊。咁150萬美金唔少錢噶咯喎，為到1200萬港紙噶啦，係嘛？咁如果講藝人嚟講，出手最重就應該係佢。好啦，咁啊，其他嘅南韓嘅團體有好多，因為我唔識嘅有啲唔識讀啊，有啲名都幾古怪嚇，好多都唔識讀。咁但係咧都感謝佢哋嗰份心意。咁同埋咧。最近好多香港人咧去南韓發展，即係香港有、台灣有，當然大陸都有啦。咁佢哋咧對於香港其實咧都好有感情，亦都有嚟香港拍好多嗰啲叫做特輯啊、電影啦嚇。對於香港係有一份特別感情，我覺得。咁所以咧都係多謝，即係始終有人幫助為香港伸出援手，咁我都覺得我哋都要多謝佢啦嚇。
好啦，呢節講住咁多先，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哋嘅節目，多啲 like and share，多啲留言互動，好嘛？咁啊，覺得好聽嘅介紹俾親戚朋友聽，訂閱埋 Patreon。如果係新聽眾，記得啦 ，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咁啊撳埋鐘仔，有新節目會通知大家。多謝晒，大家好，歡迎嚟到我哋黑池嘅酒店。我哋為咗香港人提供一個好便宜嘅居所。嗱，大家啱啱嚟到英國嘅時候，其實係好難即時可以揾到屋租嘅。嗱，所以我哋咧為大家提供一個廉價嘅暫住服務，大家可以用一個好低廉嘅價錢租住。我哋嘅酒店有單人房、有雙人房、有家庭房，每個月由300磅左右起，提供一個短期嘅居所，只係收1個月按金。咁啊，大家咧當然最少住1個月啦。咁所以咧價錢唔係好貴嘅啫，亦都唔需要帶好多錢先至可以嚟英國。為一啲經濟方面唔係咁鬆動嘅朋友提供咗便利。嗱，我哋亦都有旅遊包車服務，可以直接由唔同嘅地方接送去到黑池嘅酒店。如果大家有需要嘅話，可以直接向我哋嘅酒店負責人聯絡。繼續節目之前，先要多謝 Surfshark VPN 支持本台。Surfshark VPN 可以保護你嘅個人資料被盜取，避免俾黑客盜用信用卡。上網可以體驗冇廣告、冇彈出視窗、冇追蹤嘅網站。粉碎審查制度可以幫助你繞過政府嘅審查，隱藏你嘅網上記錄，可以自由訪問新聞、娛樂同社交媒體。100個國家3200多個伺服器，可以睇 Netflix 同 Disney Plus 唔同國家嘅節目。不限裝置，訂閱 Surfshark 可以一家人用，幾多部手機電腦都可以共用一個賬戶。仲未安裝 VPN 嘅朋友，記得快啲安裝 Surfshark VPN。